搁剩17天哦，特别选举咯。台东地检署侦办头一件贿选的案件，一个无党籍立委柯瑞贵，伊互选民的宣传品哦，超过规定的30块。今仔早起检调去竞选总部调查，也毋过哦，柯瑞贵法院哦，嘛甲调查员发生冲突。27透早，台东县立委候选人无党籍的柯瑞贵竞选总部检调突然间要来搜查。 大门关起来，不准人出入。现场的候选人正不满，双方发生屠杀的冲突。伫搜查时阵，双方屠杀，规箱的宣传片也甲规涂骹。检调人员伫咧竞选总部清查到的物品拢总扣押。竞选总部工作人员讲，敢若是有人检举竞选总部内面有真侪超过金额30块的宣传片。人伫现场的柯瑞贵法院拢讲。 伊的宣传片是一包2块的面纸，唔知影检调为什么要来搜查？卫生纸刚做，他看到很多箱，他有什么重要东西啊？结果一看是面纸，2块钱的面纸。台东地检署讲，确实有接到民众检举，目前专案还阁伫咧调查中，检调的调查无针对性。选前倒算这边的检调动作是台东县第一件疑似贿选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